一个由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调查记者组成的网络说，他们获得了一批最新的有关东突厥斯坦3天拘禁营的中国政府机密文件。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国际调查记者同盟说，这批文件经由多位海外维吾尔人辗转交到他们手中。最新泄露的这批文件首次详细披露了中国政府如何在高度戒备的拘禁设施内对数十万穆斯林展开洗脑，试图改变他们的思想和语言。当局称，这些设施是学员们自愿进入的教育转化中心和职业培训中心。但愿新披露的政府内部文件显示，这些被瞭望塔、隔离网、监控设备和包围的营地无异于监狱。世界维吾尔大会主席多里坤艾沙应邀出席了在加拿大举行的国际哈利法克斯安全论坛，并会见了一些重要人物，与美国海岸警卫队司令海军上将卡尔舒尔茨、波兰陆军总参谋长拉杰蒙德·安杰兹克将军等会晤时，世委会主席多利坤介绍了维吾尔人的情况，并就东突厥斯坦的局势交换了意见。在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几个月来的抗议活动的阴影下，昨天举行的地方选举中，香港民主派获得2019区议会选举压倒性胜利。据点票现场最新传来的非官方消息，泛民派胜选人数大幅领先于亲北京的建制派。香港有740万居民，本届选举共有1090名候选人，角逐全港18区，总计452个民选议席。泛民主派取得多于半数区议会席位，在明年立法会选举将得到更大主导权。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接受早间节目《福克斯与朋友们》近1个小时的采访时说：“我站在自由一边，我站在我们所有想做的事情一边，但我们也正在达成历史上最大的贸易协议。”他认为，习近平还没有对抗议活动采取会导致成千上万人死亡的大规模暴力镇压，正是因为他正在与中国进行贸易谈判。要不是因为我，香港早就完蛋了，用不了14分钟。特朗普说。特朗普在强调与中国达成贸易协定的重要性时说：“我们应该支持香港，但我也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一起。”伊朗警察部队宗教和政治部门负责人艾迪亚尼声称，沙特阿拉伯支持该国汽油价格上涨的抗议活动。据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伊朗警察部队宗教和政治部门负责人阿里里扎艾迪亚尼说，在审问被拘留者时，发现其中一些人与沙特阿拉伯伪君子和国王支持者保持联系。艾迪亚尼在示威活动中将安全部队与激进分子之间的冲突描述为安全战争。